我住得咁鬼近，阿姐，你俾我哋。我見佢攞部電話，攞個電話。我見到冇。CAN 電話。我識廿四隻字嘅啫。好啦，嚟咗。你去隔離睇我手勢。你WhatsApp 9半嘅其實。唔係佢哋聽我其實我傷咗我都係係咪？我傷咗好耐啦，因為我要兼常嗰啲嘢，所以我基本上教餐嗰啲波程都就我做，所以我隨時都要。得啦，慢慢玩得開心啲。咩啊？好。轉頭匯報，轉頭匯報。
你拖鞋打人手仔冇着鞋啊嘛，冇鞋啦，因為攞部架，唔好行四條大佬，我好粗㗎，記得啦，飲啖水先，帶入去球入去。差兩班，哇嚇！班好啊，大佬，有人差好啲。
高手嚟嘅喎。哇！我俾隻鞋你啫。
係